立法院頂禮拜三通過今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也甲總統府的國務機要費3000萬全部汰掉含凍結。總統府就發聲，講已經甲這37間的庇護工廠批中秋禮盒，那進來打動會影響到弱勢族群的生活。那立委洪巧玲電就是要求總統府就要趕緊來公布立法院已經通過，但是都唔公布的5項法律案，才會當來改動。總統府強調講，這改動的條件牽涉違憲，無應該甲國會預算監督和憲政職權攬做伙。另外，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台灣兒少成長及未來考作條例，行政院今仔日認定講有違憲的問題，未去甲復述。立法院7月24日三讀通過納白提案台灣兒少成長及未來少數條例，不過行政院規劃0到18歲每個月5000個成長津貼。國前禮拜對外表示，按照原本的政策規劃，羅總統17第2擺提出行政院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幹部強調成長津貼免立法已經變成明年總預算，政府直接做個人直接領，會繼續推動3730個台灣人口對策新戰略。行政院認為納白版本對未來少數條例違反憲法原則、比例原則、甲作勢法律原則未符屬。他現在要加碼，要實施，我們歡迎但是我們希望他回到立法院3讀通過的版本。跟行政院目前的規劃比起來，它的這個啟動金額，限未來的出生者。也就是說，現在已經出生的18歲以下的兒少，那可能還領不到。對國民黨提醒愛尊重立法院三讀了的條例，民進黨團強調在野版本唔拿加大貧富差距，也違反預算法。立法院頂禮拜處理總預算案，納白聯手表決通過，羅總統的國務機要費3.4千萬，凍結2000萬。另外發射傷害唔拿是弱勢社會福利，也閣有基層公務員的濟難救助，甲第一線軍警當地政權的連接規律。提案凍結的立委洪巧玲無贊成，愛總統府賣情緒卡球，趕緊公布立法院三讀通過，煞停落來5項法律案來換出改動。賴清德總統他每個月拿50幾萬、60萬的薪水，他如果真的做愛心，他可以靠自己掏腰包去做愛心。所以這個很多的事情就是存在於凍結賴清德刪除對一念之間，我是凍結，他只要一公告，2000萬立刻就可以使用啦。解凍的條件與國務機要費的用途或預算監督毫無直接關聯，借由凍結經費，試圖要影響總統依法行使憲政職權的行為，已經逾越了預算監督的合理範圍。總統府表示，國務機要費希望每年3000萬變的規模，是為1803年度開始到1813年度，經過納入7情連續11年無刪減凍結，無共政黨7情攏同款，所以立法院不應該混淆國會預算監督甲憲政職權的界線。記者綜合報道。